讲到北基文化总编辑副察李延和去互中国国安单位掠走2年啊，进前一审宣判，毋过拢无讲到刑期，一直到国台办行记者会，才讲是依照煽动分裂国家罪，改判刑3年，剥掉政治权利1年，而且不收个人财产人民币5万。北基文化的总编辑副察，也就是李延和，去互中国国安单位拘捕2年，第二日一审宣判，并无讲到刑期。一直到国台办26例行的记者会，才头一届公布，伊妨以煽动分裂国家罪，判有期徒刑3年，剥夺政治权利1年，而且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5万块。2月17日，一审公开宣判李延和案，依法依规，公开公正。宣判后，当事人当庭表示伏法认罪。在法定上诉期内未提起上诉，相关判决已依法生效。国台办讲，李延和这个案件的审判是依法依规定公开公正。针对这点，陆委会讲，这个案件期间，中国有关单位拢无对外甲家属说明，嘛无充分互当事者甲家属应该有的权益甲保障。国台办所谓公开审判，其实是完全保密，互人袂信任。因为案件的细节，尊重家属的意愿，无方便对外说明。嘛，搁一个提醒民众，要去中国一定要有风险的意识。因为北基文化发声明讲，当人对判刑的结果，拢感觉真艰苦。毋过加在这段等待，即马总算看得到期限。我们现在很担心的是，复查能不能够在刑满顺利回来台湾？因为过去很多台湾人在中国，因为国家安全理由被判刑以后，他这个褫夺公权的时间也被迫要强制留在中国。复查毕竟还有中国户籍，所以复查到底刑满会被当作中国人还是当作台湾人，我非常的担心。同款捌伫中国去互拘留，互判刑关5年的人权工作者李明哲，已经烦恼成做中国配偶的副察，若是以中国人的身份去互判刑，就算关出来啊，恐惊嘛是真恶转来台湾。呼吁各界都要持续关注副察这个案件，而且毋通因为中国打压言论、出版自由甲人权的做法，全拢毋敢出声。记者综合报道。